这是上主得胜的日子，咱要欢喜庆祝。各位兄姐，大家平安，真欢喜，咱大家自这个主日过来甲圣殿敬拜上帝。咱要来唱圣诗阿罗上帝，圣诗274首，求主施大恩，请大家起立。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我的心神啊，你着学罗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
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我要学了你的性命。你创造宇宙万物，佮赏赐阮丰盛的生命。阮要唱歌学了你奇妙的作为。阮要感谢你极大的恩惠。10000人中竞选阮做你的囝儿，世世代代做阮的帮赞。你圣灵保惠师时常保护照顾阮，互阮离开罪恶的试探甲迷惑，引带阮行公义和平的道路。面对人生各项的困难甲挑战，无得惊赢，常常祈祷，我靠你的大能力得到平安。这时，阮谦卑来到你的宝座前，要亲近你、敬拜你，领受你真理的启示。亲爱的主耶稣，阮是一罪，竟然会当得到你的疼，用十字架顶的宝血来洗清赦免阮一切的罪，救赎阮的性命脱离死亡。主啊，你选择把性命交予上帝，上帝克服你救我的性命。你是救我的主，阳光的君王，是阮性命的源头。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阮的心切切羡慕你的义，阮的目睭要仰望你的慈爱，恳求你的圣灵，你的疼。即时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重新得到气力，学习你的行道，用基督的心做心，满有基督的香味，宣扬福音。用信心甲顺服来回应主的呼召。阮若要关心身体拄着病痛，工作拄着挫折，心内艰苦忧愁背重重的人，恳求主耶稣的圣手亲自医治安慰，互主的疼以及因所疼的人围累，一因的身边甲主同行，享受上帝恩典甲祝福。本主日是社会福利事工的关怀主日，青年教会有设立3支老人安养院、新庄社福中心、视障关怀基金会，长期关心盲朋友甲老人的服务，也有对原住民牧者、善乡的人有生活的补助，请大家为这个事工来代祷甲奉献。最后，我要甲阮的家庭甲工作所拄着的困难甲烦恼，交托伫主的手中。阮要珍惜阮身体的健康，互阮的心常常充满感恩喜乐，具热情，为着传福音的使命来跑走，见证你伟大的恩惠。恳求主坚固阮所做工。感纳阮敬诚的祈祷，阮安尼祈祷无完全，即马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继续，咱要来讲读启应文第16篇，是诗篇后壁第24页，诗篇67篇。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
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上帝啊，愿列邦学罗你，愿万国快乐，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上帝啊，愿列邦学罗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要赐福阮。咱过来吟圣诗57首来学罗上帝，愿大家学罗上帝，请起立来吟。今仔日是圣餐主日，咱要来攻读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后代，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温柔比拉多院内受苦。定是个死，安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他就是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咱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上路，最下尾，用血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要请圣歌队来学乐一首快乐的歌。
谢圣乐队用一首快乐的歌，引带咱来敬拜，愿荣光归于上帝。这时咱要来攻读圣经，请咱翻开圣经创世纪第1章26节到28节。上帝讲，咱爱照家己的形象、家己的样式来做人，互因管理鱼类、鸟类，甲一切精生野兽，甲一地上白的虫等各种的动物。安尼，上帝就照家己的形象创造人，伊创造因有男有女。上帝祝福互因，讲要生产多多，互恁后代遍满世界，控制大地，我要互恁来管理鱼类、鸟类，甲所有的动物。继续来看第2章第7节。主上帝用地上的土粉来造人，甲生命的气分入伊的鼻孔，伊就成做有生命的人。圣经以上，这时咱要请咱的主任牧师蔡牧师来传播上帝的信息。圣经人物的系列，阿当，请来大家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的牧师系列牧师已经来结束，咱要开始另外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我来号做圣经人物系列。其实牧师有一个期待，就是讲，咱透过圣经中间所记载这人物来学习，因为咱会当透过这人物的成功甲失败，去做真侪思考。所以咱会对旧约。有时会跳过新约来看这圣经中间的人物。所以牧师的期待来讲，咱一个人来看。我会首先把这个咱要读的部分，这个人所记载的圣经的部分，互大家先读。安尼咱就一个来读，可能咱会当对圣经的头起一直读到圣经的落尾，因为这逐本内底拢有真侪无共款的人，所以咱会开始这圣经人物的系列。第1讲，咱今日要来看阿当。这个咱知影爱的真谛系列，咱牧师讲1讲，木星系列系列讲1档啦，木星系列系列咱来讲1档，这个系列应该是会当讲到牧师退休啦，免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圣经，就是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帮助。主，我们自信来看你的话，恳求主你赏赐阮智慧，拍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能明白你的心意。透过你所赏赐的信心、听心，互阮真实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互阮领受祝福，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阿当这个字伫原文的意思有2个意思，一个是土，一个是土，另外一个是伊的意思就是人，所以伊是一个人，也是第一个人，其实是暗示伊是所有的人，所以对伊的故事中间会当看出你甲我，咱的情形。其实亚当的故事就是咱的生命中间的缩影，所以咱要透过亚当的故事来学习生命的功课。首先，咱来看亚当是安怎被创造的。圣经中间讲，主上帝用地面上的土粉造人，然后咱知影后来伊来称做亚当。所以对安尼来看，人基本有一种成分，就是土粉。圣经中间安尼讲，咱看创世纪第3章19节嘛安尼讲，因为你是用土粉所创造的，所以你爱还原归土。
所以咱来理解来讲，咱本身有一种成分就是土粉。啊，我有一个朋友吼，伊是咧做一个工作，就是伊伫迄个科学园区内底，伊咧回收迄个无尘衣吼。咱知有真侪工厂吼，爱工作人员爱穿这无尘衣，伊是将这无尘衣收倒来，啊来回收来洗了，啊搁互这工厂使用吼。伊捌甲我讲，牧师，圣经中讲人是土做的吼，真正人是土做的吼。为什么比如半导体的较精密的工厂内底，人咧工作的时阵爱穿这个无尘衣，就是因为咱人吼，身躯会出现一寡这个细小的微粒吼，比如讲咱有这皮肤的这个屑吼，这个物件吼落出来了吼，会去影响到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机器吼，所以因必须要穿这种无尘衣所以咱人拢是土粉其实咱用咱的智慧就咱理解，咱人若肉体死亡了，待伫土里，到尾仔就变做土所以人就是土粉咱顶回有甲大家做伙看这段经文的诗篇90篇的第39、第6节讲你互人返本归原，你互因回归尘土。阮的生命短暂亲像梦，阮亲像早起时发生的草，早起时生长茂盛，到暝时就凋萎孤单。所以咱看起来，咱的生命是遐尼有限，因为咱是土粉所创造的。有一天，咱拢会返本归原，爱回归尘土。所以咱人是一个有限的人，但当时人毋是干那安尼，人伫人的内底，也阁有一种成分，成分。咱看起着圣经中间安尼讲，讲上帝将迄个生命的气分入去伊的鼻孔，伊就真做有生命的人。咱看和合本的圣经讲，上帝将这个气分入伊鼻孔了，伊变做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这气其实这个字伫希伯来文，原来咱翻译做灵啦。所以上帝将灵分入去人的鼻孔了，人变做有灵的活人。意思讲人甲其他的动物有一个无共款的所在，人有灵啦，灵就会当甲上帝来沟通。有灵的活人表示讲，咱会当甲上帝沟通，追求上帝的心意，了解上帝的旨意。唔单单安尼，人阁有上帝的形象。人除了是土粉所创造的，人是有灵的活人以外，人嘛是上帝照伊的形象来做的。所以上帝讲，咱爱照咱家己的形象、家己的款式来做人。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咱每一个人伫上帝眼中，拢是有相款的价值。这甲传统华人的看法是无共款。伫传统华人对人的价值的看法是安怎？是关系啦。无共款的关系有无共款的价值。比如讲，皇帝的囝会比一般平民的囝较有价值。这是人有限的看法。但是圣经同咱讲，咱所有的人拢有上帝的形象，是上帝照伊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每一个人拢是有相款的价值。但是这嘛是咧咱讲，咱是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所以咱有上帝的款式，但是咱毋是上帝，是甲上帝类似尔。亲像一个囡仔，是爸母所生的，咱会生做甲咱的爸母爱真相共，但是咱袂完全甲爸母一模一样。我有一遍去剃头目镜拔落来了，对迄剃头的镜看讲看迄像阮查某囝。我看迄像阮查某囝木心啦所以但是阮查某囝是无啥同意啦迄阵就有人甲我讲阮木心的行路甲我相共无啥好看阮后生木起咧讲话，迄个款式敢足亲像我所以囡仔会亲像老爸、老母因为囡仔是老爸老母所生，
但是囡仔敢会完全甲老爸老母一模一样，袂嘛？所以咱类似，但是咱毋是完全。当然，遮咧讲上帝的形象甲款式毋是干那指外形是咱有甲上帝真类似的属性。比如讲，咱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个主爱，一个信息，是一个公义，是一个怜悯的上帝。咱人嘛有即款的属性，即个属性，咱反映出上帝的荣耀。举一个例来讲，咱所有的人，咱如果若看到社会中间有一寡无公义的代志发生，咱会真生气啊！咱会想讲这一定爱有公义因为咱是上帝所创造，咱有人上帝的形象，所以咱嘛有存在着上帝迄个伊爱公义的属性虽然咱是软弱的罪人，但总是安那，咱有即款的款式。当咱看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的时阵，咱自然而然，迄怜悯的心会对咱的心肝出来。比如讲，咱看到前几天报纸迄个新闻报讲，有一个少年的警察被抬。咱看到这个事件了，真侪人拢会真艰苦。虽然伊感觉咱过去都无入捌这个警察，但总是咱会感觉讲咱的社会为什么发生这款的代志？因为咱有一个怜悯的心，咱嘛有可能会去想着讲迄个伤害伊的人，可能伊有啥物款的。拄着生命中间拄着啥物款的问题，咱会去想，会去体贴真侪无共款的人。这是因为咱人有上帝的形象甲款式。其实今日伫咱每一个人心中，有真侪上帝的形象甲款式。咱只要详细来观察，真容易来咱发现。所以咱来做一个综合结论人受造虽然是有限的，咱是土份所做的。但是人是有灵的活人，是有上帝形象的人，所以人是尊贵的。这是咱第一点，咱来看，这受造的人是有限，但是是尊贵的。接下来，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上帝为什么要造人？咱被造的目的是啥物货？咱看见圣经中间安尼讲，讲上帝讲，咱来照咱的形象，照咱的款式造人，互因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面上的精星、甲全地，并地面上所备一切通托。所以上帝造人有一个目的，就是讲爱人协助伊管理，成做一个好的管家，参与伫上帝的创造中间。意思讲，上帝供应人的需要，互咱伫伊的稳定下面，甲伊共同来管理这个世界。咱来看另外一段经文。这是创世纪第2章的15节讲，上帝将迄个人，咱知影就是亚当，安置伫伊甸园内底，互伊耕作，固守这个园。所以咱看见着耕作本身就是一种工作嘛，迄意思是讲，人爱工作，透过工作来满足上帝的心意。工作本身就是回应上帝创造万物的延续。意思讲，上帝创造万物，看万物拢好。然后，伊互人会当来参与管理，参与伫上帝创造的一个延续。所以，人做工这是一个祝福照上帝的心意去做工是一个祝福然后，咱看见着这段故事，咱拢真熟上帝互人伫伊甸乐园内底，然后上帝互人一个命令，伊讲：我会供应你的一切园内所有。果子的树，这个树，果子树的果子，你拢会当食。但是只有一种你袂当食，就是迄个分别善恶的树所结的果子，你袂当食。而且佫有一个警告讲，你食了，当日一定死亡。所以这是安那？伫创造的开始，上帝就甲人中间有一个契约。意思上帝供应你一切，但是有一个代志你袂当做，就是迄个分别善恶的树所结的果子袂当食。为什咱会感觉奇怪？为什么上帝无爱互咱有食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其实这是咧理解，上帝毋是讲咱莫分别是非，毋是安尼。这其实是咧提醒咱审判善恶是上帝的代志。人有人的工作，人有人的本分。
人毋通去做上帝的代志。审判人毋通想要做一个审判者，安尼会互家己无形中想要取代上帝的位置。意思讲，上帝有上帝的工作，人有人的工作。人只要照人的本分去完成上帝交代伊的工作，安尼人就得祝福。但是人若无满足者，想要超越家己变做上帝的时阵，人就会失去真大的稳定。所以就咱所知，这个故事咱拢捌读过。亚当后来受罪恶的因素、捆绑的因素，所以伊失败。咱看到亚当的失败，但是咱看起来上帝创造亚当，其实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但是后来亚当甲夏娃，咱后礼拜咱会讲到夏娃。亚当甲夏娃被罪所引诱，违反了上帝的规定。因为咱人拢有一种真特别的，迄个奇怪的行为，就是讲，哪得袂到的，哪无应该得到的，咱就感觉真宝贵。咱就要来试看卖，试看卖，就真容易伫遮跋倒。所以亚当失败的缘故，无照上帝的命令，受罪会捆绑了，造成三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伊失去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咱看见了圣经中间讲，你绝对袂当食，你食迄一天一定死。其实个死吼，毋是代表肉体的死，是代表伊灵性的死啊。人一旦违背上帝的命令，受罪捆绑了，人就切断甲上帝的关系。所以咱看到亚当犯罪了，第一项代志就走去迷起来，毋敢见上帝。伊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已经被破坏。这是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伊失去上帝的形象。咱拄则讲过，上帝是公义，是怜悯，是慈爱，是信实。原本的人有这个本性，但是咱看见亚当甲夏娃犯罪了，就安那互相安那杀责任嘛，推卸责任，变做自私，变做冷漠，变做白贼。这人失去了上帝创造人的形象。最后，咱嘛看见亚当失去了伊受创造的目的，伊袂记得伊爱甲上帝所创造的万物保持和谐的关系，所以人开始破坏环境，破坏人甲人中间的关系。这是亚当受罪引诱失败了，造成三个结果。所以咱要对这三个结果中间来想讲，咱要安怎恢复？咱对亚当来学习。第一项。咱来学习的就是讲，亚当因为受罪的引诱，所以破坏伊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咱即马爱靠耶稣恢复甲上帝中间的关系。伫亚当的失败中间咱看见着，伊后来被赶出爱甸园。但是咱爱理解，上帝恩典一直还阁伫地。检查伊受罪捆绑，离开爱甸园，离开爸的家。但是上帝无放弃人，因为天父上帝较无每一个属伫伊的囝儿甲查某囝，拢会当转来到伊的身躯边。这是天父上帝的本性。所以上帝真爱恢复人甲伊中间疼的关系。所以咱看见着爱甸乐园这个故事是上集，伊下集伫倒？下集伫路加福音书15章。路加福音书的15章记载一个慈爱的老爸的故事。慈爱老爸有一个放荡囝，离开伊，无爱甲伊切断关系。后来这个放荡囝悔改，伊转来到厝的时，伊发觉迄个慈爱的老爸每一天拢伫门口咧听候伊。所以爱甸乐园的故事是上集，耶稣咧讲。这个放荡囝，也是讲慈爱老爸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完结篇啊。上帝期待咱甲伊恢复关系，恢复关系的方式，咱看见着历史上上帝做真侪工，伊差派伊的奴仆、祭司、先知来说明上帝的疼，最后佮透过伊的囝耶稣基督为人受死，为着要恢复上帝甲人中间的关系。
咱等下要守圣餐，每一遍咧圣餐的时候，咱拢爱记得，是因为耶稣基督伊拍破伊的身躯，流出伊的宝血，咱会当甲上帝更好，恢复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咱也看这段圣经，伫罗马书第5章第9节到第10节，安尼讲，因为伊的死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咱即摆会当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伊的死更加要救咱脱离上帝大的受气。咱原本是上帝对的，但是借着伊的囝的死，互咱会当甲伊和好。既然甲伊和好，咱减毋是更加借着基督的性命来得到拯救。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中间有人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做你的救主，领受这个恩典，可能有的人也未。所以，牧师真期待嘛，替你祈祷，求上帝伫你的心中动工，互咱能借着耶稣基督恢复甲上帝的关系。唔简单，借着耶稣基督恢复甲上帝的关系。接续第2步，咱对亚当的学习就是，咱来学习基督来恢复上帝的形象。人因为罪失了上帝的形象，人变作自私，变作为家己，变作排斥别人。但是上帝差遣伊的囝耶稣基督，伊成做一个完全的人。互咱知影讲，一个人的形象应该是安怎？所以咱透过跟对耶稣基督的脚领，学伊安怎讲，学伊安怎做，咱得当恢复上帝创造人的形象。咱看记着圣经安尼讲，因为上帝有先知影因，将因有先拣选出来，互因会当甲伊的耶稣基，互伊会当甲伊的囝有相款的特质。好啊，本的圣经翻译做，因为伊有先所知影的人，就有先定了学习伊囝的模样。所以咱理解来讲，上帝和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互咱借着信靠伊来恢复甲上帝的关系，也借着学习伊跟对伊的脚领来恢复上帝创造人的形象甲款式。而且圣经中间嘛，教是咱安怎做吼？这是保罗伫以弗所书第4章21到24节讲。第一项就是你爱将旧的咱吼脱去，迄个有罪的咱，那亲像穿即个旧的衫吼，来脱掉，然后搁穿新的衫起来吼。即个新的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表现伫真理所产生的正义甲圣洁顶面。所以，即个部分咱学习耶稣基督来恢复上帝创造人的形象。最后一点，当咱会当恢复甲上帝的关系，会当恢复上帝创造人的形象了后，咱就会当搁一遍甲上帝同工，咱会当负责任恢复受创造的目的。圣经中间安尼讲吼，就是既若称做我的名下的人，是我为着家己荣耀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以上帝是为着要荣耀伊的名创造咱。上帝毋是自私啊，伊原本就配得到荣耀。只有上帝得到荣耀的时候，人才有尊严，才有宝贵。也因为安尼吼，咱透过咱活出上帝的形象，用光伊的性命，咱本身也领受大的福气。所以牧师有2项来提醒，第一项就是，咱来追求上帝的心意。咱拄则有讲过，人受造是为着要来管理世界，但是这个管理这个管家毋是照家己的意思，是照主人的意思嘛。所以咱先去追求主人意思，咱安怎去管理？毋是照咱家己的私欲去管理，是照上帝的意思去管理。所以咱第一项就是要透过圣经中间所记载上帝的意思，去了解上帝的意思到底是安怎去管理这世间，然后尽责任来完成使命。咱每一项应该爱更较有更较谦卑的心，知影咱人不过是上帝的管家。咱利用咱有限短暂但是尊贵的生命，来尽职做一个忠实的管家，互咱甲上帝做伙来创造。
咱完成上帝交代咱的使命。有一天，咱等于甲上帝遐，上帝对咱讲：好过真重的劳碌，你要甲我享受宴谢喜乐。这是做一个人上界重要，应该爱去追求的。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大的恩典。透过圣经，你的话语，阮搁一遍得到提醒。求主你帮助阮，互阮自信伫耶稣基督的款式。借着伊，阮恢复甲你好好的关系；借着伊，阮学习安怎恢复你创造阮的形象；也借着伊所享受的快乐，阮明白你的心意，尽阮的责任来完成你交代阮的工作。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即时要准备心来收圣餐，咱要来吟圣诗215首，耶稣身躯替咱定死，请起立来吟。欢迎凡那属于伊的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也是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甲主同坐道，享受主的圣餐。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弃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合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咱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作下来爬伊讲：
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面，又摕饼祝谢，所以咱逐生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现在阮照圣囝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司。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垂听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咧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帮助阮持续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咱伫心中感谢主，主耶稣的牺牲，咱得到拯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当咱摕到这个杯时，咱伫心中感谢主，伊流出宝血，洗清去咱的罪。
这个杯就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去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咧，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极大的疼，阮接受你的圣餐，互阮真实知影，阮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也就是受祝福的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也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伫阮的生活中间，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我咱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要奉献的大声，我们要请头一摆来三联教会礼拜的朋友、新朋友，一日头前有留名卡，请你填写了后，交互执事。第三场礼拜了后是10楼贵宾室来欢迎你，即时来奉献。慈悲疼痛的阿爸的上帝，你是真理，你是道路，你是阮的性命。阮感谢你，赏赐阮丰丰富富，一切无欠缺。阮的健康，阮的身体，阮的财情，阮的财物，拢是你所赏赐的。阮即马会甲你赏赐的，要来做圣工的路用。请你来监督，安尼感恩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请坐。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本周特别事项，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社福事工关怀主日，总会平安基金所属社会机构结合教会甲社区推动送福的事工，服务身心障碍的朋友、常年长辈、劳工、渔民、海员、单亲家庭甲弱势族群的身心灵需要，请兄弟关心代祷甲奉献。谢牧师自7月初8甲11号要带22位的儿童主日学的学生，甲7位同工要去马街医学院参加宣教课程的训练。7月11暗时6点会转到教会原主祝福带领。特别时间，咱教会109号是礼拜三12点要举行启用感恩礼拜，请兄弟自礼拜三前往关心参加，啊，甲周报爱早去，因为咱周报16页就是咱迄个感恩礼拜的顺序。儿童主日学教室的变动，儿童主日学的聚会的场地为后礼拜主日要调整到教会边仔的109号，请家长爱注意，是礼拜第3场礼拜后，前往109号来接囡仔。肢体关怀，本会会友刘宝琴姊妹甲梁敬彤兄弟夫妇，也是视障的盲朋友，分别是6月20甲6月30安孝主怀，定是7月初9上午10点，至台北市第2殡仪馆景阳楼2楼至善厅第3厅要举行立念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恭喜本会苏德伟陈庭竹伉俪，就是苏柏林长老的囝，自6月27喜获灵儿，愿上帝眷顾新生儿甲全家。其他团契消息，请咱家己看。报告以上，即马要请牧师来做派遣的祝福，就是本主日为主任牧师要为这期参加中保代祷事工的同工来做车派的祝福。咱要特别要为第1期的就是7月初到9月30的这中保代祷事工的代祷者来做祝福车派礼，所以咱请这的同工即马第3场有在场的，请来到头前咱今仔3场拢有这祝福车派礼所以咱即马来进行第3场的这个祝福车派礼。咱较集中的这是咱要来祝福车派中保代祷事工的这代祷者，恁着诚实照牧师所问恁的应答。恁敢有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车派，献身伫中保代祷事工，担任祈祷的使命甲责任？恁有愿意安尼做无？恁有愿意彻底遵守
恁甲上帝约束中保大道的时间，伫即个中间，愿意忠心参悟，你有愿意安尼做啊无？恁甲愿意伫基督室内底的教会事工，甲个人大道的事项，只有独独甲上帝沟通。除了已经伫教会公开甲的大道事项以外，所有大道的内容必须要人保密。恁有要安尼做啊无？祷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即期的中保大道事工的大道者，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所做，常常关心这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也互恁领受福气。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你亲自警调人来服侍你，特别透过中保大道祈祷的时间，阮来寻求你的心意，也互真侪人得到主的祝福。愿恳求你保守看顾，徛踮伫你面前誓约的这些兄弟姊妹，互因伫祈祷室内底所做的服侍是充满疼心、充满快乐，互因伫每一个祈祷拢会当得到主你的应允，每一个祈祷拢会当互主照你的旨意实行伫阮的中间，互阮看见你的荣耀，也互阮领受你的祝福。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因的家庭、因的身体、因的健康，以及因的事业，拢交在你主的手中。特别求主你手使因手所做的工充满快乐。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请恁向后转吼。咱大家来拍鼓啊，鼓励一下。牧师大家说明过吼，这中保大道事工是有一群同工，因伫祈祷室内底咧替大家的代志祈祷，但是所有的人拢会当参与，就是讲你若知影啥物人，包含你本身，也是讲啥物款的代志需要祈祷的，你拢会当利用咱的祈祷卡写写好清楚，因就伫祈祷中间来代祷。咱知影上帝会照伊的心意来成全。所以咱就静静来听候上帝伫咱中间应允的这事，愿上帝亲自赐福互咱的教会，互咱的教会真实成做一个基督的教会。好，咱搁一遍拍鼓啊，来祝福，好，多谢。好，请回座哈。牧师有一件代志，搁要大家提醒哈。咱等下这礼拜结束了后，咱12点吼，咱会集合伫这个。咱隔壁109号的即个门口吼，咱会开始一个启用的礼拜吼。即个所在咱来租用了吼，咱有做一个整理吼。所以我即马互大家看咱即个整理的过程吼。咱是整理几啊个月吼，但是互大家看2分钟尔吼。所以咱12点请大家聚集伫遐吼，咱照咱的周报吼，牧师特别互大家提醒讲，咱继续有替即个所在来祈祷吼，因为咱感谢上帝，互咱有即个所在当来使用。咱礼拜日的时阵，
会互儿童助理二，下载会互儿童助理二来使用。然后咱伫周间啊，甲其他的时段吼，咱拢会当做真侪小组聚会，也是讲咱办遮真侪活动的一个所在吼。咱呢求上帝，互咱有智慧，好好来推动一寡会当利益众人、应跟上帝的事工。所以咱等下会伫遐做一个开幕的礼拜，请大家会当做伙来参与，多谢。补充报告有一个具体关怀，本会会友蔡庆和兄弟自7月初1按后主怀，定于7月20，下礼拜六下晡7点，至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2楼至善一厅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大道，愿上帝安慰遗族。这时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今仔日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伫咱的中间。好，多谢。咱来吟上迎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强受差遣。